西邊80年第四節，安樣講出家啲呢個經節。當我望盡節節，我冇看到有效幫持我講，然後佢講我冇看到有效保佑我，也冇人隨我。嗱，可能兄弟姊妹你係世間你喺度，你知道望盡呢殺節節，望盡雞殺，望面前望阿妹都好，冇人幫持你，也冇人隨你。嗱，我係講兩種兄弟姊妹的，呢個西邊140年第5節樣講釋迦啲嘅教釋迦，我寫當上帝，意思係講我求上帝，上帝將釋迦施教。你讀你西邊嘅經驗咁樣講，係講你只要冇人隨你，冇人看顧你，冇人勸帶你，只要冇辦法屈條路，而且係寫上帝。求上帝，你個盼望係變出上帝嘅戲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西邊121第2節樣講釋迦啲，我嘅救恩，我嘅救主都係從上帝嘅來嘅，就係錯天錯地嘅上帝。嗱，係講你嘅心中咧，你求上帝，佢能夠幫持你，佢能夠保佑你，佢能夠祝福你，佢能夠開路伴你。當釋迦除了冇辦法嘅下出世間裏啲，冇人看顧，冇人隨，你單強一個盼望，變出上帝耶穌基督嘅戲，你來求佢，你來禱告佢，佢能夠拔出一奇妙嘅手中，一個神者能夠做伴你，佢也給你同在，帶你過途途節節，你經過嘅煩，你經過嘅痛苦，你經過各樣各樣嘅事，你知道冇辦法嘅，佢能夠帶你去勝利得勝嘅路，因為佢全能嘅主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